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赏花兰为最，听戏乐为长。起源于绍兴的越剧，就如同是山谷中生长的幽兰，百余年来芬芳独具，香韵绵长。刚才的一曲《兰花吟》拉开了我们今天东方戏剧之星张玲越剧专场的序幕。那么今天登上我们东方戏剧之星舞台的是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张玲。今天的活动呢，是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绍兴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共同主办，由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上海天蟾京剧中心演出有限公司和绍兴小百花艺术中心共同承办的。我想提到这个当今的尹派的领军人物啊，大家恐怕首先就会想到的是毛维涛、赵志刚、萧雅还有王娟这些熟悉的名字。那当然。而今天登上我们东方戏剧之星舞台的张玲，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尹派小生。她就像是这春天里的一朵兰花，悄然崛起在名家辈出的尹派小生之间，可以说是厚积薄发，实力超群。是啊。张玲呢，12岁开始学艺，16岁呢就进入了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正式开始了她的舞台生涯。那么近年来呢，她主演过《雷锋一梦》、何文秀、孟丽君还有《白蛇前传》、《越女印象》状元与乞丐绣球员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优秀的剧目。那么通过这些年的舞台的打磨和锤炼呢，她的表演艺术也是日趋的成熟。那么今天晚上在逸夫舞台呢，张玲将会对自己的舞台艺术表演进行一次集中的展示和回顾，接受老师和同行们的检验。当然，对于我们在座的广大的越剧迷们来说，今天晚上呢也必将是一个美好的越剧之夜。那么张玲首先要献给大家的是一出尹派的名剧《章鱼竹海》当中的听情译者。那么这出戏呢，它是得益于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尹小芳老师的亲自传授。那么下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玲为我们表演听情译者。旨意，请我上前拜见。哎呀，小
想不到竟是个女子，这叫小生时候上前说话呀。这位秀才，请来见礼。万里。秀才，请坐。哎呀，你这学生好好当兵，我这里请你坐，你怎么不理不睬的呀？请坐，请坐。滚门秀才，这箩衣巾可是你的？真是。那放在弹琴的便是你吗？也是。我姐妹实在听得进声，是他的心意而来的。哦，秀才不才，我冒昧接亲一谈，望不见挂。哪里？秀才情意刚操，更是记得，令人钦佩。惭你怎么老是低头看？只讲两个事，也就不为多讲一些嘛，妹妹。哎呀，平日里几人与女儿把言教，逼得我手足无措，心头跳。见学才却错不安，真经说习惯他温文典雅与锋芒。哎呦，我刚才不管土。这轻轻叫人安好笑，人间难得女子意，岂有那私作儿女君里讲。小姐与我请见。请问秀才，真姓他名，夫君何氏？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家中还有什么人？妹妹，本人无妨，秀才快讲啊！小姐，小生是姓张，名誉18等，原系潮州临乱人，父兄嫂弟十上亲，年过茶馆受清理，辛苦长立功名，飘于四方去呀问。这秀才他是好样的人。不论小姐是谁家千金，夫君何事？说出来只怕你要吓一跳，我们是龙妹妹，须得无色。好，我不无色，就让姐姐继续来去讲吧，我倒是有完去了。妹妹，
小婢惯了，不用管他。张秀才，我家子还冰龙不成，老不成，穷连为明龙自心。龙小姐。既来相依红裳情，不说女红喜浓情，实在是一曲心声将我引，我心引先来报耳听，心间明气心难静，一笑大方望良心。哎呀，小姐是哪里话来？你不问强奸才是命，已经不完应烈心，我心却梦着西游记，恰是张玉传心声。小姐呀，我情节飘零去佛城，三山五岳八世人，今日里何应得逢女中，我愿拜小姐做师长。这瞧穷年是何滚当？穷年我初通音律，你的情，正与你现在相比拼，长梦不起见分语，我愿与你长相齐从为生哎呀，啥能是死求之不得，真乃三生之应也。哦，小生心中高兴，也是妄意，望请小姐见谅。秀才不必介意。小姐，可否将放在苏丹之阙，在诗坛一边，让张玉也可喜而共听。那原是秀才心穷，我心事摇摇，定然有失愿意，怎该请秀才指正？小姐姑且谅，小姐请。请。写这里相思本君传情心，情字里藏于穷年真字意，一曲心声乱梦里。哎，千月，你看刚才这个张玲的一折听情哈，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我们影派艺术的魅力。确实这样，你看这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吧，它长年以来
啊，一直以充满活力的生机啊，这个和谐整齐的阵容，还有文武兼备的特色，以及严谨朴实的团风，还有他们这个演出质量非常高的一系列的剧目，受到了上海乃至全国观众的好评。哎，是这样的，并且呢，绍兴小百花的互助友爱也是出了名儿的。没错。大家应该还记得，就是在我们的逸夫舞台啊，绍兴小百花的3朵金花吴凤花、陈飞和吴素英呢，都先后举办过自己的个人专场演唱会。也是我们的东方戏剧之星。对啊，那么今天轮到师妹办专场了，我们的几位大师姐啊，是比这个自己办专场还要激动兴奋。是吗？对，义不容辞的赶来助阵了。那么首先在这里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副派花旦陈飞，有请。好，我们有请陈飞。你好，陈飞，你好。陈飞你好，来。这个上海的观众朋友对陈飞是非常的熟悉哈。那么今天呢，你是来为张玲助阵的，而且呢，我们都知道这在这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当中啊，这个相互帮助的风气非常好。刚才张玲还在跟我说，虽然在这个越剧团当中啊，他们都是尊称你们为大姐姐，但是呢，你们像老师一样的帮助他们，所以他们是非常的感激。我想说的是，首先是感谢主办单位给我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那么我们几个已经在上海举办过专场，那么这次是轮到我们新生代的演员张玲能够在上海举办专场。我祝她能在上海专场是能够演出成功，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各位朋友能给我们张玲鼓鼓劲，给我们小百花加加油。好，既然要给小百花加油，那么当然你今天来到这儿也要为我们唱上一段，是不是？那是肯定的。唱一段什么呢？我今天想为大家演唱的是《秦探》当中的《三字香》。好，这是非常熟悉的一段副派的唱段。好，让我们欢迎陈飞为我们唱上一段《三炷香》。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上海观众呢，都是通过我们 SMG 举办的粤女争锋的粤剧大赛认识了张玲。应该说，这个粤女争锋这个大赛呢，有人也称之为是我们新世纪以来首次举办的粤剧青年演员的这个电视的选拔赛。在这场大赛当中啊，张玲凭着她深厚的艺术积累，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是获得了金奖啊！所以就给我们的上海观众，也给全国的观众朋友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哎，可以这么说啊，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和努力打拼呢，如今张玲在江浙甚至是在全国的人气都是非常的高啊。是啊，而且我也知道张玲呢，她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因为她刚进戏校的时候呢，她学的是花旦，后来呢，在学花旦的时候，她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后来改行以后，学小生是兢兢业业。所以说呢，所有的演员也好，老师也好，都觉得张玲非常非常的认真。应该说，这些年来，张玲已经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比如说，像第2届全国粤剧演员的表演赛当中他获得了金奖，而且也获得了这个大赛的这个新星奖。另外呢，他也获得了浙江省的艺术节当中的优秀青年演员的表演奖，还有2006年的中国粤剧节当中，他获得了10佳新秀的榜首。可是相比于这些个奖项来说他更看重的是观众朋友对他的夸奖。张玲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这个奖那个奖不及观众的一句夸奖。”对，我们就用我们的掌声来表现我们此时此刻为他加油的心情，好不好？好，那么我相信呢，张玲今天晚上同样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没错。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欣赏的是张玲在去年为粤女争锋的复赛特意创排的一段118。那么在这段戏里呢，她大胆地融入了京剧的表演风格，大大加强了圆场功、扇子功等的运用，把这个人物梁山伯的内心情感塑造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别有风味。那么再次呢，让我们掌声请出张玲。同长街曾连理，一边走一边想，我与他同坐情呀深。一边走一边同治3年我暖语，哎呀不偏分，一边走一边哦，想起了18里相送到长堤，眼前就是回忆往事，我与西经。他曾经梅花透露曾消息，哎呀，我却想
你数莫掉不知情，不知情。撤了城，过了关，他曾生巧妇为妻把茶开。家与牡丹等我看，下了山谷子塘，他曾是祠堂的鸳鸯，嘿，曾是本我爱对我，爱对我。哎呀，三不呀！哎呀呀，三不呀，三不呀！梁山伯真是爱对我，哎呀，爱对我啊！义兄一手在土木家堂，他却是多情的子女与我爱牛郎黄泉要早，金边早已，他是男女一裳金的鸟来上白堂，一张张烟云飞似亮。他真是对女弹琴，哦，这女手如两兄长，纤细儿顾不了他的美心肠。
情是把妹来当，我想不到九妹就是银台女郎。两兄长叫死去，本主张我心花怒。恨不得插翅飞到他身旁。一段这个118呢，把我们全场的气氛是推向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是还有没有更加热烈的掌声？有吗？这个对张玲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鼓舞啊！其实你看这个张玲刚才在表演118的时候，我们都在旁边看着，的确她的一招一式啊，她的圆场、她的水袖、她的扇子功，的确是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很有大家风范的。是啊，由此我就想起张玲在参加粤女争锋的时候，初赛、复赛、决赛。这一路上走过来这个历程，当时他的表演呢，给我们观众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我们的名家评委们对他都是赞不绝口。说到这个名家评委呢，我们马上就为大家请出一位曾经在粤女争锋电视挑战大赛当中担任评委的粤剧名家，他就是上海粤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原派花旦方亚芬。掌声欢迎！欢迎方亚芬。这个方亚芬是我们上海市劳动模范，刚刚评上，这个年度的上海市劳动模范。对，所以今天也来劳动。是祝贺啊，谢谢。所以他说这个今天张玲的个人的这个表演专场，我一定要来。那么我想啊，当时这个张玲在我们粤女争锋的时候，您是评委。您觉得他那个时候的表演给你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我觉得他非常有灵气，而且非常会唱，也会表演。那特别是两个眼睛，会表演。而且我记得他是坐的那个直通车。
哦，是吧？对就直接晋就可以级的对啊，就进入下一轮的比赛了。对对对您给他发的这个通行证我们大家发啊，的大家一起发的通行证。好的，大家一那么致觉得是可造之材。是啊，吧他是一路走到现在，非常的不容易。对我们知道这个台上3分钟，台下是10年功呢。那么既然是这样，方亚芬，今天您为我们要唱上一段什么呢？大家非常熟悉的《西厢记》秦心。啊，也是你的太好了保留曲目。掌声送给方好亚芬。，我们来听听方亚芬为我们演唱的《琴心》。我
说到越剧舞台呢，我们都知道是百花齐放啊，行当啊纷呈。那么说到各种流派呢，我们一定会想到我们的影派。张玲就是一个影派的传人嘛。那说到影派的唱腔，我们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清新隽永。而影派的表演呢是高雅脱俗，影派的唱段是数不胜数，影派的角色是脍炙人口。那么作为影派的传人张玲，在为自己的专场选择这个剧目的时候啊，也可以说是下了一番苦功啊。对，那么当大家得知张玲呢这次还特意挑选了太先生尹桂芳的经典名段《哭灵》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是啊，你看这个影派的哭灵啊，非常难。内行的人都知道，这个影派的哭灵跟徐派的哭灵不一样，它没有徐派的哭灵这样高亢激昂、跌宕起伏，可以直抒胸怀。因为这个影派的哭灵，它要高度的感情的投入，而且呢，它要把我们影派的柔中带刚的这个特点啊，要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我看过这个赵志刚表演的贾宝玉，他唱的这个影派哭灵啊，真可以说是字字带血，声声带泪。正因为呢难度极大，所以当时呢我也听说啊，张玲呢考虑过换一段这个表演比较轻松的剧目，是，但是最终张玲还是选择了这段哭灵。正所谓是真金不怕火烧嘛，因为她觉得这不仅是一次自我的挑战，也是接受上海观众检验的绝好的机会。是啊，那么也说明这个张玲是知难而上啊。所以今天但愿她带来的影派的哭灵能把这个贾宝玉深深的打动大家。让我们欢迎张玲为我们表演哭灵。灵妹妹，宝玉来
两小无猜空在面，到后来我妹妹都长大，空头西厢采花前，到牛是泼妇讨喜真心待，妹妹是心头早有看过眼，到如今夫人恐怕心相同，可怜我伤心不管梨花样景。记得你一红愿尝了闭门当，你是谁不安心夜不眠，你为我一往情深把平添，我为你是彩里梦里长相念，好容易盼到同房化作烟，正因为妹妹姻缘已先牵，想不到令妹妹变成宝鸡，恰原来你配必死，我配偏。十指望他头大，多恩爱，谁知晓你竟妄图笼中，都是面。我恨世上同胞何伤钱，逼他你妹上去。
林妹妹，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请出的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2位著名演员，也可以称得上是越剧舞台上的黄金搭档，为张玲助阵。对，那么从大家的掌声当中呢，也知道了他们是谁了哈，就是著名王派花旦王志平和著名徐派小生郑国凤。今天2位呢还特地扮上了，为大家带来的是孟丽君游上林，掌声欢迎。君臣上马万万里，不与寡人去在心。扛着他风雨相逢是才
你看那红娘飞过深深林，青裤子吃了乃是爱情。神之为此鸟十里，你看他给不行，百事应。君是臣一方河山生天地，陈宝君半江玉龙尚是兄，万岁呀，君是为故子勋，离人弃官方从人。是两啊苦心，只是今日遇上了君臣同乐应心心，知情分才是人也风雷，真要你即心灵深深不语。请万岁赐教。好，话多万字要成用，六四全流喜相逢，今日上万称是好，成年桃花相迎候。万岁，花开花谢园中景，云去云来林上风，园中林菊飘落，林上青松色更浓。李青在瓦岗城中，须见世事之交聚众。我啥门有此也难中，定是个安邦平公好子公。趁此时城里生城流事，李青来此也是城里社交，命我骑马过桥啊！真是上桥去，习惯引导便自由。李青不管，还招来无礼。
我天台教授不进风，只因我自有国兵上江洋，从小在父母宠爱中，官入教子不骑马，因此我上江先把马将送。好，那你我相马而已。多谢万岁。新王来到龙子边，见龙子中代代有言细水中，我与卿水里照应应尘上，正好比一龙一凤喜相逢。万岁此话理千通，离人在所听不懂。山里总有上朝迎，只见龙来不见龙。今日宝来上远近，鞋子宽带身重。是今是红日西升月东西，地震我国是为了先是君。不是佛方明日两地，少时你我同往天相关，君臣同饮一盅，伺候啊！万请再这么岁去，真的要生气了。来呀，元宗掌灯拜驾天相关。是令卿来哟。乘长风披霞光，扬鞭长剑。总不许扬榜意气风发，意气风发的美少年。乱世英豪多消沉，比我瓦解这句
前日望遇曾经关，弟子情心难安，茶坊师徒朋缘遇，武功受力举笔落绿蓬线。言从了，曾为军官受之于贵，今日得来登门拜谢。我将军言从了，老朽两位不久，请将军后到一叙。请。问儿请。末将有一事不明，请教他人。将军请讲。是军官夹着连城，他人曾与末将，莫非？将军顾虑了，区不离，不争敬意，岂能有所他救啊？哎呀，是此尊贵的军官，听传出自能攻桥江之水，真是区不离。将军顾讲了，不过是小女，请我将军为令他的修子的。是令爱受之。哎呀，请算是此巧的天公，才下令应当面拜谢。我将军言从了。来，有请小姐。问儿请。动作专权，曹一真，吕布出征，因为争，为结婚是江山为鸳鸯面里做不真，弟弟设下连环计，要离间东侧与吕布父子心。拜见弟弟。儿啦，快拜见问候。拜见问候。母孙间四目相望。
将之下有礼，万里。儿啊，快去问我证据啊！去滚啊！去滚！可去！啊，问儿，叫你冥婚吊罪，就不将军为民，得知金官相称。哦，这金官莫。提起金官，新官场多谢小姐，也偏苦心，愧难当。四则本贵妇成过金子里，这与他这女才情真与哪里？因为亲儿举止鲁莽，骨子里故作虚声，面露惊慌。按下心，切莫把了事一忘，为转身举认真，安心妈妈经营穷家。凄凄破离，哦，这趟你不必牵上，只盼那金官配应相得益彰。末将听到莫以慈悲。问儿请酒，问儿请酒。啊，问儿大人，请酒呐！去哪？啊，问儿，既然有家事相商，老朽取酒来。哦，司徒大人，请便。好。弟弟，哦，儿郎，你这次替弟弟与温和把赞。这哎，我儿不要这样小家子气，温儿与我同家之好，你谈放宽心，弟弟取酒来。啊，温儿，去。去。
走。将军请送。请。没讲嘛喂，不知小弟方里继续。儿吧，可曾婚配？这啊，尚未婚配。哎呀，小弟却没误了清晨呐！我问你，才下一日，就算一生。将军定日却告后过，才下用马一声，自己那灭。小女子闻声，将军乃是该死英勇。哎呀，不过是浪得虚名。哎呀，将军过谦了。小女子句句生辉，从未见过疆场厮杀，不知道是何等样子。这疆场莫提起金箍铁马，不与我精神对手气壮三想当年，父老关前女强天，吕奉先剑戟翻飞。张翼德长把蛇矛自成天，关云长青龙偃月骑兵勇，他儿臣合力齐长城，有玉门间举此勇，每家尊的心自气，泪源的身体双肩层层中。同阴城，50人交杀一次乱纷纷，那真是
满天翻滚，自杀的两军曾经数万勇的西人拼图生不发，为何才能过有真无成三道上了黄昏，大地上归涟漪，种子儿皆珍惜，只是之间传教吕文后单枪匹马护老关前。转过快手，这里他那里从心梦我必须趁他决心把此情拆通。心胸，李将军，天下无敌临神经，小女子。神勇一挂地中，今的是面对强敌，应得从容。天下英豪神书中。小女子眼中，恰只有历史温厚，是英勇。奉献来宽通，吕布我愿将了从长山中，是爱自己。
离了乡，小姐的么家今生一重，愿此生乱梦后面莫曾阿风。将军，你切莫把小女戏弄，言起得赢的姑方妹当是英勇。望天台上无手背，为是愿天当来替我死关不成。将军，小姐，假意财神真情重，他愿真情是与同。真的要恭喜张琳啊！是这一出小燕呢，又再次证明了她的实力。当然，我们也要把掌声啊献给在剧中扮演貂蝉的著名吕牌花旦吴素英，因为没有师姐的甘当绿叶无私的这个配演，也不会有今天如此成功的小燕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再次的把你们最热烈的掌声献给师姐和师妹。从刚才吴素英为张琳配戏这个情况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我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这个相互帮助的风气。特别是我们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呢，它这个文武兼备的特色，在张琳的身上是非常好的体现了出来。你看这个文戏是武演，武戏是文唱。特别是他的这个造型，你看这个吕布哈，这双翎头上一戴，威风凛凛。我也想起在我们的越剧舞台上，其实我们的小生这样的打扮其实是不多的。但是呢，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著名范派小生吴凤花，他就在舞台上塑造过，像双枪陆文龙啊，像这个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这个杨宗保，也都是带着双翎，哎，这个文武兼备这样的形式，深受我们大家的喜爱。哎，那么说阿花，阿花就到了，我们掌声把吴凤花请上台来。好，有请吴凤花，欢迎你。我觉得，哎，每一次吴凤花到上海来啊，就有一种爆棚的感觉，有没有？那今天呢，吴凤花来到这里，面对那么多的拥趸，是不是也带来了你的祝贺节目呢？我为大家演唱范瑞娟老师的一个代表作《金山战鼓》，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太好了，掌声送给吴凤花。泪光似水，瘦马空愁，这一来已是20年了。夫人啊，独自为军兵杀开
凤花，吴凤花，这个留步，为什么呢？如果今天你不再来一段的话呢，我估计待会儿我们逸夫舞台屋顶就要给掀掉了，是吧？大家再次用你们的热情的掌声把阿花留下来，好不好？谢谢在座每一位观众对小百花的厚爱。接下来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狸猫换太子》当中的考扣，希望大家同样给我鼓励。离娘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负为君不见高堂明镜悲怕发，朝思情丝暮成心。深深得意须尽欢，莫使竞争空待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三千万福来，万福来。朋友真有其为乐，为须三八杯，三八杯。陈夫子单求生，强举9杯莫停。与君故意去，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乐不作归，他愿长在，他愿长在不负心，不负心。古来圣言，皆寂寞，必有因残。留其名，曾往昔日延平路对酒色钱，对酒色钱。愿
问长者不服气。主人为何言少气，心绪孤去？对君错。与儿同销盘古城，盘古城。一起手拉着手好不好？向观众表示衷心的感谢。朋友们，我们的越剧影派艺术是越剧舞台上的一朵兰花。那么在兰花影当中呢，我们张玲今天的专场就要落下的帷幕了。在这儿，让我们再一次的祝贺张玲的专场获得圆满的成功。对，同时也感谢我们今天光临一副舞台的观众朋友，因为有了你们，我们的越剧才会更加的精彩。谢谢大家。今天的东方戏剧之星的专场呢，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了。但是我们东方戏剧之星的活动还会继续的办下去，希望得到更多的观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谢谢大家，谢谢。